基本嘅吼，绕墙到阿龙哥呢度节目地图吼用嘴来讲出来，咁讲吼，希望有機會做啲绕牆阿龍哥係講呢度節目地圖吼來分享，了解咬人做嘅菜，希望吼我真心會流口水。冇問題啊，冇問題。希望吼，我為了客家吼，一個客家做啲回味，哦，用講嘅，用看嘅，寸金做得啦。係上擺去到上擺。讀只節目地圖吼，有看到阿龍哥讀其他嘅美食節目地圖做一種東西，喺度牛溫水哦。阿龍哥有講，你一講係講半點鐘哦，咁講係上係講嘅時間，哇！你哋望下看到你做緊牛溫水，好想吃哦，都想食啊，因為你行買唔到，很難買。反正講你啊，可能入秋咧，冷嘅。或是個薑湯啊，薑麻湯啊，薑麻湯那個用溫水，哇，嚇那好食啦！而且喺你下講到安用意思係，你大家等下說係時沖清油溫水類似咧，青島啦，青衣，青愛吼，係青衣，東南村，不是青衣，你一本書地圖有教，哦，所以向前譬如係講係學用意咧做油溫水，你一本書地圖未有教哦，都簡單，其實比大家想嘅好簡單。咁個家下講到，從台灣你講청煙菜，時到最尾係溫。其實你客家菜嘅特色吼很多，大家都會講，現在家下講到客家米食板食呢個特色。天嘢你講滷嘅菜，當到冬瓜、鹹冬瓜，呢個紅糟啊苦瓜沒有啊。哦，滷嘅東西，紅糟用你講做嘛啦，結醬啦，結醬，其實不單只有這樣子哦，大家你下都唔會講嘅。你什麼都不會哦，大家問你特色係乜嘅？你做啲乜嘅都唔會，講你聽出來講出一隻時溫時炒。特別我哋時溫時炒有固定的菜色我把到時溫時炒是一種做法，我不知道講我哋講哇時溫時炒其實講嘅就是那8道。師傅，你說得出來嗎？洗溫洗炒。其實哦，數檔有啦。其實洗溫洗炒，它是一個功法啦。功法錯嗎？一種係溫，一種係炒。其實一菜冇乜嘅，你從溫排骨來講。家下有可能溫排骨嘅上嘅，仲有係炒太葱。炒太葱。韓國嘛咧，安因豬肚。韓國安因嘅炒木米。佢用係豬肺。豬肺炒木米，你係客家菜哦。客家。等下咱講咧。韭菜炒豬風，你阿咪上呢啲特色哦，時溫時炒，還有嗬，你阿路不得了咧。客家炒肉，客家炒肉，你華語講客家小炒，哦不得了咧，一定要吃。都好食，還有溫孔肉。溫孔肉，哦，你阿非常的下飯啊。一定要有的嗬，客家人廚房，你阿咪係豬肚香菜湯，對，盤粥噶，一定要客家菜菜湯，平常要你阿滷菜嗬，豬肚溫香菜湯。對，韓國嘅用嘅排骨湯。有蘿蔔排骨嘛嗬，是溫排骨湯。其實你阿洗溫洗炒，它不是這4種而已啊，也不是這8種而已。是個功法。是種功法，有冇按到溫啊？溫是講。用到，因為牙絲爐，其實冇牙絲爐啊，用火哦，佢慢慢咧去燉，慢慢去燉，叫煨啊，韓國人會是用炒，你講，阿因來講，因為豬肺豬血啊，其實哪一位是學到啊？而且該東西好容易，當為賣兩滷菜來炒，洗溫洗炒但是其中之一，都好食，因為啊。豬血啊，你一下你又要賣啊，唔是賣，我哋講送本意，大家冇嘅咧，2地咧，幾大地本意，當然處理，你要用水嚟溫過，濕過，用因為蔥薑蒜啊去腥味啊，米酒啊去腥味，煮它們溫點重，還能用因為水龍頭嚟去洗好強，佢讓佢強力，我哋講係處理好啊，你當好食。那個肺啊，其實豬的肺還好，都強力。你把它切片，裡面有軟管，那軟管呢脆脆的，然後其實該咬起來不輸軟骨啊，都好食啊。炒木米、韓國黃梨，好，該食起來是飯呢可以繼續把它。可是師傅，我說起來都見笑客家菜我就是食我吃過很多，是從阿龍哥講的吼，我冇試過。50爐沒有試過40爐，冇試過60爐哈，沒有試過50爐。可是我還真的沒有吃過豬肺哈，豬血炒木米，我沒有吃過
做戏哦。你刚才讲的实在是很像动喉戏，有冇讲到看软管哦，像你软骨强容切切。喺地位哦，佢肺佢地位有因为软骨啊，还有呼吸啊，其实佢就佢切开来哦，然后佢往里然后往面强下去咯，酸中带甜。你下呢咧系正经哦，卖咁多，你是得用肉片，知道对咧？好，唔是讲一天要用嗰種嘅豬肺啦，因為豬肺不好處理，好冇簡單，冇辦法賣。其實較早你一下啦，台北市來講哦，老年沒山西啦，當時可能都沒有習慣過啦，用面癱為處理啦。其實成本低，沒好食，有古早味有古早味。你是按到炒嘅部分，用溫哦，從個溫嘅菜頭湯，然後嗰樣。豬肚啊，豬肚我是講嘅時本時炒嘅傳統式，然後佢切一地地啊，你南海一出菜啊，按照白胡椒豬肚湯啊，這個又是個，又是個，又呢，你下眼是凍葱頭是咧，該哦，該係豬肚啊，細長，豬肚有2隻孔，一定要來綁掉嘛看，第一步啊，來細長，一邊把它綁起來。然後佢個白胡椒粒啊，來佢表差唔多1000到2000落去，來撻起來，然後佢煮差唔多1點鐘，然後來佢剪開來，個豬肚啊，軟軟 QQ， 還有白胡椒那種香氣，個蒜頭為冇為煮到菜頭啦，也係肉片啦，也係排骨啦，兩出啦，可能有長輩而食的時間，養為煮兩出。你鄉親朋友有談到麼？其實阿龍哥吼，老大家講的是小秘訣哦。挨把都豬肚是切開來煮熟時候，叫係豬肚有兩頭嘛，2隻孔，一片落去撻起來，第不肚邊落去到邊白胡椒粒，對不對？然後還有邊米。酒，你剛說酒啦，那個調味料，它南位頭是落去撻起來，所以兩頭撻起來，豬肚地不肚有很多的調味料，是那裡煮熟過後咧，再落去煎一點，那個豬肚本身啊，豬肚本身是已經有那個香味了。韓國嘅排骨湯很食哦，尤其咧係入秋入冬啊，有啲啲辣，比較能夠暖胃啊，暖胃補身感覺哈。其實豬肚哦的客家種啊，也是蠻搶手的啊，像個要配豬肉咁樣，非常的搶手。配豬肉？因為講叫鄉親朋友啊，佢談話，冇錯，阿龍哥講又錯啦。較早啊，醬豬肉啊，佢嘅價錢哦還便宜，配豬肉還貴。用白講咧，喺鄉下春前要別個用豬油啊，喺炒菜是用豬油啊。故說喺媽媽阿婆啊，春前會喺個豬店啊，喺了解豬肉啊，喺醬豬肉啊，係少啲配到嘅，喺較早係豬肉啊，即黑毛豬啊，黑毛豬即係食物嘅應該餿水啊，係豬葉子啊，烏豬嘅是錯咧，要係配。所以講，因為醬嘅部分啊係少，嘅配嘅部分係多。阿婆買咗嚟會煸豬油，差唔多一張嘢會煸一邊，用豬油嚟炒。矮啲，喺出嚟豬油泡，是做喺那裡煮米醬。米醬啦，又係拌麵啦，又係嚟炒青菜啦，加個豬油啊，可以做呢客家油蔥醬，好那香。師傅，你真的很適合當國宴主廚，因為師傅幾架講到煮出來的那個表情的時候，你知道很香哦。你講客家國宴有幾香嘞，有嗎？幾香嘞，這個真的，你看以前客家人煮東西真的是都利用得很徹底，很徹底啊！你買該配豬油煮湯，該泡用該啥？我炸豬油，炸完豬油之後，那個豬油渣怎麼辦？我煮那個豬米醬不能食，豬米醬不能食，全部都拿來用了。買了醬豬肉，不知道不會說客家話，醬豬肉就瘦肉啦，瘦肉，醬豬肉。我們講小豬肉啊，小豬肉咪，有啲客家當多種講法啦，
泡面讲，酱猪肉咪好烫，还酱猪肉咪小猪肉啦，好，较早是小猪肉还便宜，肥猪肉还贵哦，好，肥猪肉啊，做炒出来，所以炒出来较早哪个卖嘛个沙拉油啦、橄榄油啦、冇啦，好，赚钱用个猪油啊，猪油，有啲人还讲，我较有变相啊，妈妈赚钱会买个猪皮啊，炒出来是只龙妈。猪皮那来头给妈妈卤卤啊，然后又拿变转去，大摆炒出来是卤卤啊，然后表是会出油啊，你下什么做呀？泡面啊，之前都白油，cái白油哦，cái白是这样，很香哦，cái不卡油学个鸟啊，给啊，之前都来配cái喵啊，讲是点么，是唔得歹势啊吼。妈妈之前cái阿婆之前cái白个油啊，白好之前表cái牙丝路顺条，懂？cái mà浪天是这啦，你还冇按热啦，开始冇按热啦，之前咪见洞，白色的洞，用一些摇滴滴的冰落去，开始冻香。所以你俩讲有一种个料理叫做猪油拌饭，有没有猪油搅盘？为什么那么香？原因是按用因嘛，因为改良是客家人。就是卖猪肉转来，有冇猪肉拿来是配的地方拿来白油，油做得来炒出来，白个泡油拿来崩盘。所以所以你大摆讲吼，客家文化，客家文化是嘛个东西？其实客家文化是先把经验个累积。阿龙哥讲到安多，其实你家下讲的全部。白猪油嘅构成是呢一种客家文化的，客家最传统的啦。嘿，做两本书，都你讲做识两件事情是做得了解到客家文化係乜嘅東西。冇錯。尤其到媽媽先學到動到。動到啦，不講阿婆也好，也係媽媽也好，阿婆可能後生嘅時節呢，下細下冇去感覺到，但媽媽強下做嘅時節啦，你一下回想會講。較早向我做是啲，我搞啊，我做麻雞，向我切板，我切雞啊，又向我白豬油。其實吼，我本學啦，咩講？較早咩講？女生才要學，較早細來未愛學。我較早做國小時咧，成年時咧，我是開始會白豬油啊，會甚至會母里母雞啊，準搞啦。現在回想說，媽媽這樣做也是正確的啦。真的，好時都動到吼。楊弟講較早吼係客家文化。真是，所以吼讀媽媽先學做啲好多動到東西。第一本書啲讀吼，來又講動到吼，你講媽媽嘅四風料理哦，先聊下，等下陣來。